等疫苗陆续配发以后，协助注射的基层诊所除了并辖的社区医疗以外，依照政府分配疫苗的数量，也刷加并且2位到5位不定的护理人员来到3工，并且加做无闲。为了感谢基层诊所以后的付出，李伟陈天辉联合议员陈义珍、创全、周丽珍、吴同良共同来筹募防护衫、加面罩等防疫物资。29号开始分散到北区、南区、安南区等7个区域的疫苗注射诊所，感谢因做伙来拼注疫苗的比率，也让诊所相当感动。我们非常感谢廷飞委员还有怡珍议员捐给我们这个疫情期间非常宝贵的防疫物资，包括有防护面罩，还有防护衣，还有其他的防护措施等等，非常谢谢他们，谢谢。那这次包括怡珍还有周立基议员、吴通龙议员、蔡旺全议员等等，我们会分配到总共包括北区、中西区、安南区、安平区、东区、南区，还有6甲区的这些疫苗诊所。那也希望说给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一些的防疫物资，让他们多一层防护。那大家一起来力拼全民的疫苗覆盖率，也感谢医护人员的辛苦。疫情警戒27号开始，虽然降到2级，不过防疫工作犹原未当放松，注疫苗要搁较积极。所以，愈来愈侪基层诊所愿意加入注疫苗行列，让民众就近来注，相信一定会大大提升民众意愿甲注射比率。电新闻军及采访报道。